跟教会亲爱的敬兄弟姊妹，负责牧师、佩慈牧师，敬中职同工，大家平安。平安。我一开嘴就要甲大家谢谢咧，因为佩慈牧师真用心，昨有传周报互我教导，总是我唠到去即个读经的部分、圣经的部分，应该是伫《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7节。如果同工您的速度够快，请协助转换成把《创世纪》的经文转换成《列王记下》4章1到7节的经文。第一句话就讲被抱歉，就讲歹势，也某一种角度，恁来发现我古细人即个而且讲牧师，即个欠点伫倒位啦吼，就是有方向，但是即个细节常常去甲伊忽略去。请敬兄弟姊妹来包容。即时我的心情除了欢喜，阁有加上一寡激动。总是即个激动，袂当互我讲停起来，莫讲啦吼。真想要讲莫讲，安尼就直接来拨款奉献，安尼较紧啦。安尼实在是，咱讲太直接了啦吼。实在我嘛要表达，这就是我即马现在实际的心情啊。15年前，做神学生修派来伫遮实习，甲大家做伙团契服侍，建立主内肢体的关系。互我有真好、真美好的经验，对一个完全无误会的即个神学生来讲，一间咱讲伊一个中型以上的教会，会当互我等遮看、观察，互我真自由的发挥，这实在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总是嘛要甲各位来分享。我伫花莲玉山实行读书，为何会受派来到桃园教会？实在是花莲我的故乡，伫新竹的所在。迄时我的大汉囝甲第2个囝分别伫国中、高中、青少年，难免有歹管教的遮的现象。嘛不止互我甲妈妈来操心啦，总是操心即个手无够长，囡仔要安怎调皮捣蛋，咱随时说袂着嘛，真忝安尼。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就来申请转学，先转学到大神。大神的缘故，才受派来桃园教会。这段小小的故事，等下搁补充。是毋是咱的同工已经将《列王记下》这个4章第1到第7节的经文邀请敬兄弟姊妹因为进前创世记的，毋是今仔日引用的，所以邀请敬兄弟姊妹，咱同声来读一解啦来请。有一个神秘的学生的果，对以撒来求讲，列王外有一事，你在以前上主的人，拿这主来要话养最好的。以撒你讲，你爱我最什么？你要我讲，你出来什么？你讲。以我大红河，以撒讲，你就
拄仔所分享，怎样会到唐到的实施？有即个过程，继续也要来讲起我的老大甲第二个分别有安尼的现象啦吼。老大读高中1年，才读第1学期，伊就转来讲读书无意思，要休学，要去外口拼看卖，安尼敢会通？恁若是爸母，高中读1学期讲无爱读啊，我搁直直，囡仔若要安怎？通常我就甲伊陪到底啦，陪迄皮塔的皮场的皮啦，我就陪伊陪到底，嘛陪到底啦吼，了到底安尼。决定休学要出社会，我查一点嘛因为安尼，甲伊做伙来休学，然后伊去加油站打工，徛园区工作，也去快炒店，甲人捧盘仔，去共美容院来洗头毛等等。当然，迄阵我就爱加减，甲伊再出再入。我的第二囝搁较厉害。什么款的厉害？高中开始考卷差不多是签名就当交卷去类的啦。我实在是苦笑啦吼！我讲至少你还搁知影伫考卷面顶来签名才通好交安尼。迄阵上惊就是早起8点左右就接到学校来的电话，讲恁囝为什么还袂到学校？所以，伊当时对我来讲，迄是真袂小的困扰啦吼，对我要继续行升学，成做团队者即条路，实在是真大的挑战。我有新学生，嘛有做人老爸的身份，升学院的功课阁应付会来，但即个父亲的角色，因为路途遥远，对囡仔关心的行动。实在是无够热。迄阵若无转落，若无唐教会愿意用稳定的角度来帮赞，我会当就近来照顾家庭，对后来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团队者？囡仔是毋是行正直的道路？回头转来看，的确有真大的影响。我受派来唐教会，会使讲一礼拜，周间若想要转来，就会当倒转到新店。拜五、拜六、拜日的暗暝，阁会当留伫厝诶，实在是真大的便利，对我来讲。后来受派来唐教会，我渐渐才知影，唐教会的组织分工也拢调整。其实，若是照着需要这个角度来讲，并无欠我啦。哦，逐款的团契、逐款的组织，甚至连安排伫团契分享，就拢毋免我啦。我的角色啥？就干那参与。就干那参与尔。不过因为恁伸手亲像即张图片，恁伸手伫迄个上重要的，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重要关键的时刻。唐教会愿意伸手，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救命的记号。我要用安尼的一个过程来回应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孩子救命记号。讲到这个记号，咱大心要对圣经这个记号深入来讲起。咱来看。
圣经怎样将即个记号甲新约甲伊牵连做一伙？新约即个词，无论是伫希伯来文，还是用阿兰文所写的旧约圣经，或者是希腊文所写的圣经，伊拢有即个新约。咱编圣经的时阵，袂去看着记号两个字，总是伫原文的意思，也拢有记号的意思。应该是讲记号搁较接近原文啦，会使安尼讲。英文的翻译通常用 sign 来表达，也名词有即个签名动词啦动词有即个签名、签约名词有即个记号，或者是一个现象、掉头拍手势遮会等等的意思。通常牧师若是问讲，新约是上帝的作为，简单是上帝的作为吗？可能信徒直接的反应也是啦。如果我来用另外一个名词讲记号，简单是上帝来所做吗？可能咱就会小心一下。讲敢若记号较无遮神安尼，新约较神安尼，毋是即回事啦千万毋通误会，记号无一定是出自上帝，也可能出自人。伫圣经的意思，可能也是对抗上帝基督的势力。几个咱就真容易来了解。出来记记写法老王，才会法师用即个法术，和怪仔变蛇。哥林多后书伊遐写。在1940伫遐写起，撒旦的能力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嘛是一个现象嘛。启示录13章也记载有3个6，这个3个6表示是亵渎上帝的手啦，所代表的数字，所以是对抗的，这个。也有记号的一个意思，所以记号主要的概念是通过一个事件，或者是讲特殊的事件事物，代表要传达特定的信息啦。对了解记号的意思，进一步来了解新约的内涵甲意义。咱会当小看较明白啦当咱讲新约，你要一直强调迄个超自然的现象，迄毋是全部啦。牧师无讲超自然的事件，迄毋是新约。若是讲记号所要强调的，毋是迄个超自然的现象，也是讲迄个非常的现象。可以安尼讲。某一种的事件现象，咱来去观察，去甲伊体会，去甲伊见证出来，背后所隐含上帝的信息甲观念啊。对于记号新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咱要来看旧约的圣经内容记下的记载，这个新约。这个记号是发生伫伊丽莎帮站一个先知学生的某，伊欠债还债的事件，伊欠钱，尾后要还钱的这个过程这个伊丽莎先知帮站这个先知的学生所显明上帝拯救的信息，藏伫这个内底。有一个先知学生的某对伊丽莎伫遐哀求，你的仆人，我的丈夫一定死。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当祭主来要掠阮两个囝去做奴隶啊！咱讲咱袂好奇吗？咱袂为义务吗？因为啥讲敬畏上主的人负责呢？
有欠债呢。啊，即马牧师嘛欠债，迄歹名声呢。咱拢会甲牧师贴标呢。牧师嘛欠钱，这歹名声，这毋是做上帝的工呢。啊，是欠偌济，爱用两个鼎去烧拄来还债，是袂晓理财吗？乌白开钱才安尼吗？哦，这可能是咱看圣经要提出来的问题啦吼。照犹太即个学者的传统认为，即个欠钱神典的学生，伊的确是去借钱啦。啊，伊是怎样去借钱？记载伫《列王纪上》18章，有一个先知的名叫做俄巴底啦。俄巴底四过借钱去供应一个100个和亚西别奉孝追杀的即个先知。所以为了上帝国、上帝的国度去借钱，三旗教会就经验啊，为了上帝的国度去借钱来建立、来起教会。所以，毋是做上帝的仆人，大家拢无欠钱啦，毋好有即种刻板的印象。即个俄巴底为着要照顾这一个100个和亚西别奉孝追杀的先知，伊四过借钱死后，伊的某无力来还债，伊撒吩咐伊去甲厝边借空的器具愈做愈好，将烧着的器具摕转来厝内，搁将最后一帮油浸满伫烧倒转来遮的器具。然后伊丽莎叫伊去卖油还债，这之后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阁会通度我。这个事件的经过，真正就照伊丽莎所吩咐的，妇人甲因两个囝。特别是迄两个囝勉强压去做奴隶，伊甲伊的囝会当搁靠遮卖油村的来过生活。即个事件就显的记号，表面上看起来是还债、解决债务的危机，实际上咱真知这是救命，救了一家庭人的命。这个记号显明上帝的权能甲信息，通过伊丽莎的指示，也通过寡妇，伊还未看明，毋知影未来会如何，甚至咱若是信心无够也，会想讲伊丽莎先生叫我去借空的器皿要创，佮用最后一罐油倒遮侪罐，哪有可能？是毋是咱会产生即个怀疑？等等，则无去读。总是即个先知的学生的某，就照指示安尼去做，愿意听谈，跟努力尽力去完成先知所交代的过程。最后显明上帝为寡妇甲两个囝开一条活路的观念甲信息，欠债是即个故事因素，还债是一个过程，总是上帝的救命，这才是实情啊！讲到欠债、还债即回事，伫世上即个世俗的顶面，咱除了知影欠金钱即个债务以外，民间流传还佫有一寡情感方面的债务形容，譬如讲，平世人若欠啥物人的债，今世就爱来还。哦，可能咱伫咱的生活，咱定定听欠伊的，哦，或者是翁仔某之间
亲情也是血统认定的，咱也听过的翁仔某是相欠债，若是要做多做较少，就开始计较，啊，啥毋知影欠来欠去，啊，毋知影是翁欠某，还是某欠翁较侪，迄拢种真歹计较，真歹分啊啦吼。父母对囝儿之间无条件的付出，迄种疼，即种关系上的债务，一旦你若去会连着啦吼，就真歹分清楚。你要为对方付出偌济，爱害到什么时阵，才通将即个疼的债务该害完？对即个角度来看，山脚教会嘛欠桃园教会一届啦吼。即个疼真歹分清楚，到底是桃园教会欠阮，还是阮欠伊的啦？总是牧师是用较轻松的角度来讲。回想当年我逐日至少会当互我伫需要的时阵，会当放心回家，关心管教囡仔。不过路途遥远，当初伫花莲的时阵是无即种可能性。如果读书无法度兼顾家庭，放弃即条路，其实也不时出现伫我的头壳内底。当我的大囝已经成家，也有稳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囝，即马还搁伫海上做船员，一离开台湾，就要6、7个月以上，靠着上帝的管理，我通来伫遮来侍奉，这是我真感动的啦吼。靠着上帝的管理，然后我的两个囝也渐渐来伫遐稳定落来。所以当年大神互我转了桃园教会意料之外啦。我为什么要讲意料之外？通常教会要接纳新学生，第一，我已经算嘛，我教会有需要，是毋是某一个时间欠人，我才去申请？第二个，我教会是毋是有够遐的金钱来付即个新学生的实习的费用？这免不了的啦。哦，这个咱拢一定会考量的。总是我发觉，桃园教会毋是用安尼的角度来接纳新学生。伫还未事情还未明朗的时阵，也特别感谢牧师娘师母，伊愿意耐心听谈，听候上帝的信息。这个过程对阮来讲，害济啦，害啥物济？亲子关系的债务，这是救命啊！关系我甲囡仔家庭的将来，这个记号是新约的发生，是上帝的信息关联隐藏伫内底，关系。感情的债务歹害之外啦，咱讲起来真正实在是恶咧害啦。无需要讲到，若对咱的身份咧，对基督徒来讲，有啥物债务嘛真恶咧算清楚。保罗原本是反对耶稣是基督，但伊伫大马士革的路上，拄着光死人该照。佮听着耶稣的声音，伊的目睭3日看无食也无啉，这个过程是上帝要换新伊的性命的记号。讲倒转来，就是拯救的记号。耶稣救了伊的命之后，互伊日后申请伫遐感受。爱孩子，当耶稣救了你之后，你是不是有感觉要还债？
这是欠主耶稣的。所以，伊伫后来，咱对保罗的书信会当看到一个形态，就是伊拼伊的命来害者，传扬耶稣是基督，搁伫十字架顶死过活拯救的福音，来害安尼的责任。罗马书第1章14到15节。保罗写出对欠债害者的感想，伊感想即个拿是即个箭头的下面即段经文，也邀请兄弟姊妹甲我做伙来读啦，吼，咱做伙来读来请。保罗将他们来读，开始。地位是地位的，我欠因的债，所以我变成嘛，当将福音还给你罗马的人。一个原本伫血统上，或者是讲亲人的关系上完全无牵连的一个关系，保罗讲出安尼的话。安尼债务早就超过关系性啊！一个基督徒受拯救，自然会生出即个团主的名的一个使命，应该会感受欠人福音的债。安尼的关系是定根伫主基督。改变拯救了保罗性命的这个基础上，保罗热切传扬主耶稣的经验，不就是提醒咱，也欠了福音的责任。三峡教会是客家中会，看到新丰地区福音的需要。19年前所开拓的教会，换一句话，三峡教会是上帝救回来的啦。我们是上帝救回来的，我们这条命是上帝救回来的。然后呢，没有到这边结束，上帝救咱倒转来，是要来向新丰客家地区福音的责任啦。我到三峡教会，知影教会建堂也有贷款，也未还完。我也知教会有设备爱换新，我也知爱动用建筑基金来补贴经常费的需要。才会伫有形无形的中间。影响着咱害即个三峡教会福音的责任，我的心无可能无着急啦。既然知影，无可能当作无看的，会着急。所以，伊才放胆，正兄弟姊妹来讲起安尼的事，恳求上帝的记号发生。拄仔复兴牧师。为阮来祈祷，真谦卑讲，愿希望糖会当补阮最后几块砖啦，建殿的砖啦。我要讲，补阮大条，补阮即个年，拢家补起来，哇！即个有形的，我知影我的拍片，互我更较感动，迄是无形的大条，无形的牛啦。我想对于三峡教会，我也要真诚实讲，可能过去毋捌有安尼的机会，阮拢无畅想的。咱看到全部拢伫遮，我们全部都在这边，一点隐藏都没有。阮做伙行动，做伙服侍，无形中用做伙甲阮牵连起来，这是桃园教会互阮的机会。搁较是，阮服侍的动力，
我想这也远远超过这个有形建堂欠偌济的数字。感谢大家。礼拜的第一首圣诗，咱唱伫主内无分东西南北，伫耶稣基督的家，对东西南北拢来，大家属主一体。感谢唐教会的接纳，通过妇人牧师的牵线，实在讲，我也有几间教会来讲起安尼的事。初我的信心也无够啦，我是讲妇人牧师可能看看，怎甲伊放咧裤底啊，怎已读不回安尼，真感动啊吼！台语即个词真好，我甲妇人牧师、甲佩斯牧师拢直直南中起来。台语讲相听啦，我真爱即句话，相听好，相听吼真有力啊吼，华语就唔知要安怎互相支持，好像太弱了这样。相听，迄个相听的感觉，其实我甲妇人牧师无真侪同工的时间，总是伊互我感觉迄个相听，伫主内相听的快乐啊。也通过社会认同，恁为即首诗带来上好的见证，伫主内无分东西南北。山行教会因为建堂的需要，会当伫遮来报告阮的欠用，三甲敬拜上帝，也甲众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咱拢有领受耶稣拯救救命，我特别用救命。我知影即个救命的词，毋是圣经原文的翻译，总是要互咱更较体会咱家己的文化当中迄种张力。譬如讲，你若伫咧路诶拄着危险，要人抢劫，或者是讲什么紧急的危机，伫当下你会发拯救啊，还是发救命啊？救命啦吼！我是用即个救命对咱来感受迄个会搁较强烈啦吼。但是总是无违背上帝拯救即个意涵啦吼，包括身体、心理、心灵迄个全人的拯救。咱拢有领受耶稣为世人害济救命的记号，即个形象，愿咱彼此祝福。我山行教会欠唐教会的疼甲慷慨，伫主内底感情的济，阮会当做的，也要对山行教会讲，当咱转去以后，继续努力，尽力将安尼的疼，咱而且感受的疼，甲慷慨传扬出去，这也是回应诗要所吟的。愿咱通过所吟的诗，搁再一解回想上帝对咱无限的恩典。感谢上帝，通过唐教会，阮会当欢喜来到这个所在，阮也要欢欢喜喜转去，含福音的祭物。也伫讲道结束之前，也互牧师奉上花语场为邀请一郑弟兄，伊要来分享伊生命对高峰摔到谷底的一个见证，特别伫金钱上的欠债，对一般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数字，对伫打拼要到即个高峰无拍算，摔到谷底，搁再互上帝拯救，即个心灵拯救的见证，
也邀请，如果咱的时间会当的，咱也继续来参与华语长礼拜，咱三角来祈祷。阮同心谦卑伫主的面前，恳求你，搁再一届赦免阮的软弱，阮内底的罪性，阮常常受着主的拯救，却袂记的爱来限制的稳定。恳求圣灵继续来提醒，互阮欢喜为主来活，也欢喜为主来做工，也欢喜为主来传上帝国福音的见证信仰。感谢主的引带，互阮会当三角组织，对你的话语当中，恳求上帝的开力，加添伫正兄弟姊妹的生命内底，互因经验着记号，会当成做上帝的信息，也有上帝的观念的信命。愿将安尼恳求、感谢、拜列，奉主耶稣的名祈祷。